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这个台北捷运芝山站内，昨有一个男子啉酒坐捷运也事端，伊做出着严重影响着行车安全的行为。这个列车要进站，伊把手伸出去，列车一直甲补，伊无咧顺道，手也是无揪转去，列车只好紧急打档来停车。 安尼也袂煞，伊搁伫咧捷运站内底大细声嚷，警方赶到场，依照着台中捷运法，甲罚款1万块。 你情绪稍微控制一下，人家会帮你确认。查某人啉到醉茫茫，规个人平伫咧捷运内底笑话，无论环境安怎问，伊拢唔愿配合。大哥，不是你歇斯底里就可以处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没有歇斯底里，对，真的想。你就不要好。查某人的情绪愈来愈激动，愈讲愈昂声，声速也愈来愈歹。对吗？我在这里等我。对啊。你们是不是处理了吗？对啊，对。查某人规个人放虎胆胆，但环境替伊危险行为来受罚。原来伊拄则严重影响到列车的行车安全。手伸出去，然后列车要进站没退出，导致我们列车紧急停车。站9点外，台北捷运的芝山站，59岁的男子啉烧酒了后坐捷运，伫列车准备要入站的时，伊将手骨伸出去到闸门外，到行出以外，列车长经淡水的警告，也甲阻止过来摆，严过查甫人也是无要甲你先导。 列车长只好临时将车停落来，严重影响行车安全。捷运站方已依大众捷运法对其裁处新台币1万元罚款。针对陈男现场激动咆哮之行为，警方第一时间强势介入。加载警方及时出动5位警察来支援，但伊情绪稳定，这个由捷运警察护送伊回去淡水。是讲查甫人的行为也已经造成大家困扰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